为迎接圣诞节，南纺购物中心圣诞点灯活动13日晚上于二馆1楼广场举行，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的歌手与女团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展现青春活力。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市长黄伟哲、南纺集团总裁，同时也是财团法人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南纺公司总经理与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执行副总等。晚会特别捐赠将近160万元给财团法人天主教善牧社会福利基金会附设台南婴儿之家，作为购买婴幼儿9人座的交通车，由基金会执行长黄淑婉代表接受，场面温馨。那我们就请侯董事呢代表来捐赠我们婴幼儿9人座交通车给我们财团法人天主教善牧社会福利基金会。南纺公司总经理王立范表示，侯永都基金会从民国78年至今，遵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迄今已捐赠32部的车辆供公益使用。市长黄伟哲也感谢台南纺织集团，不仅作为商业界的领头羊，而且对社会公益更是不落人后。公益的部分我想这个从民国78年开始侯永都基金会就是创办人侯伯明总裁他一直对于这个社会公益不遗余力。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他一直秉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心的企业家。今年捐赠的这一部车子，非常的价值非凡然后也是他所捐赠出来的第32部交通车。我相信侯总裁他会继续的将他的爱心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散布到我们所有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尽量的去照顾到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南纺集团也会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协助这个侯总裁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推动社会的慈善跟爱心。看我背后这个耶诞树，应该说是台南市最大的。他如果说第2大，没有人说是第一大未来还有更大。这个没有最大，只有更大。那但是呢，很期待，也非常感谢我们南纺集团，不仅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商业界的领头羊，而且在社会公益上从来不落人后，而且也是领头羊。刚刚捐赠了9人座的这个我们侯永都基金会捐赠了9人座的这个车辆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谢。今年圣诞节适逢南纺购物中心营运满10周年，点灯仪式有别以往，于二馆1楼南纺广场打造 Merry Christmas 圣诞放纺乐园。奇幻雪花在绚丽的灯光照耀下飘落而下，为活动注入独特的现代感与趣味性。记者林根台南报道。